係 Happy Wednesday 嘅 Denise。咁我知道咧，你喺2024年巴黎奧運有去到嘅。咁無論賽場內同埋賽場外有啲咩難忘嘅時刻，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？出到去望到可能成個場5萬幾人咁樣望住你，嗰個震撼感係非常之勁嘅。呢個亦都係我喺其他比賽都係體驗唔到。如果係可以參加一次賽馬啦，你覺得最具挑戰性嘅一個部分係啲乜咧？點樣上嗰隻馬？講笑係啦，賽馬嗰樣嘢特別嘅係佢應該每個騎師都有唔同嘅 planning。你一開始放輕啲，定係一開始俾多啲力？可能臨場再有變化咧，係好重要。正如我哋 breaking 比賽，其實好多時候都會諗清楚，可能第一 round 做啲咩，第二 round 做啲咩。賽馬運動入邊嘅優雅活力同埋團體合作嘅精神咧，點樣啟發到你嘅運動生涯咧？我覺得賽馬其實同蛙艇好相似嘅，因為騎師需要同馬有一個好好嘅默契啦。咁而賽艇運動員都需要同佢哋嘅艇隻培養一個好好嘅默契。如果咧要你以賽馬作為靈感啦，你會加啲咩元素落你嘅舞步入邊咧？馬跑步嘅元素喺我跳舞嘅動作裏面。咁你之前有冇嚟過跑馬地馬場呢？之前有去過跑馬地馬場，跑馬地有跑馬地好多 party 嘅感覺啊！啲表演都喺夜晚度發生啦。咁大家咧記得喺5月份嘅時候嚟到跑馬地馬場參加 Happy French Wednesday 啦！